歡迎收聽提神百香果靈修頻道，願神嘅話語成為你嘅導引。詩篇57篇2至3節，我要求告至高的神，就是為我成全諸事的神。那要吞我的人辱罵我的時候，神從天上必施恩救我，也必向我發出慈愛和誠實。我要求告至高的神，就是為我成全諸事的神。那要吞我的人辱罵我的時候，神從天上必施恩救我，也必向我發出慈愛和誠實。當我哋嚟到至高嘅神面前，帶住信心向你禱告，因你就係為我哋成全嘅神，成就我哋向你所祈求的。神係智慧之源，在你沒有難成的事。我哋投靠你翅膀嘅蔭下，放下自己嘅掙扎，求你使我哋心靈堅定安穩，倚靠你嘅慈愛、信實同埋恩典。奉耶穌基督得勝名字禱告，阿門。